首先，咱来关心到云林斗六的福宝科技公司，昨下晡4点外发生用价倒去跌着员工的意外，造成2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目前建设处已经下令现场停工，若违规上当会当罚30万。福宝公司嘛紧急宣布会全力来协助死者的家属，也阁有受伤的员工。虽然雨正大，现场继续抢救。福宝科技伫咧云林斗六的新建厂房，昨下昼4点外，敢若是因为雷公雨搁加上强阵风，突然间发生用价倒来意外。因为迄当阵正拄好是中班的员工上下班的时阵，有员工互倒来用价跌掉，造成2死3伤。2个人死亡的人员送往左右台大医院，3个人受伤的送往成大医院，其他人员还在搜救当中。另外有10个人有10个人受困在那个新建建筑的那个比较安全的空间刚刚已经有本局人员引导出来。大家听到正大声的声音，才知影是规片的烟架甲防护网规个绑来。受伤的人被送病医了，确定拢是福宝科技甲福宝兴业家己的员工，其中一位死亡的女性因翁也是员工。代志发生迄当阵拄好休假，接到公司的电话，才知影讲牵手不幸死亡。公司发布重要信息，会全力协助员工处理后事。目前我们已经有派出我们的主管去关怀，也去安慰我们已经过世的这个过世的员工的家属还有去看顾我们这个已经受伤的同仁。福宝科技第5期扩厂工程，目前工程的进度差不多77%。公司讲，因为厂房还阁伫咧起，所以对生产财务也阁业务无重大影响。目前建设处已经下令业者先停工，但查清楚代志发生的原因，确定是毋是有违规的状况。若是有，相当会当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